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最近战争就有起价，对咱的经济影响嘛真大。我这世人已经不是头一摆拄到中东遐的战争所引起的石油危机。咱人为着石油不时咧烧钱。你敢知影台湾英国嘛捌挖到石油，为挖第一个油井到后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咱会当看到台湾经济变化，佫会当发现讲这背后外国政权甲这的国际公司安怎来利用台湾这的资源。我今日来讲台湾的石油。台湾这阵也有一个全世界历史第二久长的油井，伫苗栗后人溪遐。清国时代1817年的时阵，一位叫做吴仁芳的人，伊来到苗栗公馆，伫遮开垦的时阵，发现讲土骹有一种乌乌黄黄、佮黏黏的油，闻起来佮臭臭，像硫磺安尼。迄当阵的人，敢若知影硫磺，也毋知影石油是啥。掠准讲是土骹流硫磺出来，就把迄个所在号做硫磺窟，后来嘛叫做出风坑、出硫磺的所在。知影会当挖油出来做生意的是另外一个人，伊毋是生理人，嘛毋是来开垦的，伊是一个清国的通事姓区或者区教，因为伊做歹代志，官府要甲掠，所以伊怎米入去山内的时阵，伫后人溪发现讲，迄溪顶会铺乌油，伊的头脑嘛动了真紧，知影讲这会当利用，就开始伫遐挖井。迄是1861年，这个井敢若比全世界挖出来的第一个油井伫美国120吨尔，所以讲是世界第2老的油井，到今也佫伫咧。迄时伊当然是人工去挖的，所以挖了也无偌深。每天差不多会当生产40多公斤的油，遐油敢若卖伫附近，迄时的人已經知影講，這會使摕來點燈火，也嘛會使做油啊。差不多講迄個時陣，李春生一個生理人，伊嘛開始進口美國的石油，這之前捌講過。因為這款石油比英國咧點燈火的火油佫較俗，佫較好用，所以市場的反應真好。做地生理的英國人John Law，伊嘛想要去苗栗挖石油，發現石油這個人有夠伊也真奸巧，伊就怎甲挖油礦這個權利背後無共經相行，結果造成足濟無論台灣也是外國的生理人，為着要爭這塊地甲挖油井的權利，佇遐發生足濟衝突的。清國政府看到安尼，為着要防止這個人繼續燒台，也嘛想到家己會使來開墾來賺錢，所以清國官員怎成立油礦局，甲規個硫磺窟甲挖石油的權利，攏總家己收起來做。迄當陣因都看到石油的利益啊。到1878年的時陣，大清國閣請2個美國的技師，引進真先進到蒸汽的引引的機械。來挖石油，迄時因有挖到120公尺深，迄算是台灣的第一座現代化的油井。因逐工已經會當生產1500公斤的油。毋過因為大清國的經費無濟，後來勞民團雖無嘛想要閣加挖幾窟油井，毋過因挖5窟出來，感覺成本足懸的，產量也無偌好，才會開發石油的計劃怎就豆豆啊停起來。一直到1904年，日本人來到出風坑、硫磺窟這個所在的時陣，才閣變鬧熱起來。原因嘛真簡單，日本本島的石油足少，毋過因的海軍一定需要石油，
台湾总督府直接把台湾当作是因海军预备的油田，因投资足侪钱，买真先进的技术甲机械，也嘛做真大规模的调查。根据记载，伫日本时代全台湾总共有挖251个井，听起来该是袂少对无？其实真正成功有出油的，干那140个，也无够60%。安尼是安怎？迄当阵有遮尔侪人要去挖遮油，因为总督府有规定讲，只要若去挖一口油井，无论有油也是无油，就会补贴1万块。伫迄个时代，一个人就算去食头路，一档赚的薪水嘛才几百块，所以1万块一元是足大元的。这嘛地区出风坑迄附近，怎变做足闹热的？因为大家拢要去挖石油，为着应付来到这个所在做工的工人，因的食较大，伫遐园区内底起宿舍、起厝，也嘛设医务所，甚至嘛有设托儿所。而且伫遐也阁有真先进的机械维修的工厂，所以迄当阵迄搭真闹热。刷落来，也阁有另外一个问题是，遮的油要安怎运出去？迄时的交通是足无方便的。共迄个时阵伫别个国家，像伫美国，因开始牵真长的油管。毋过台湾的地形无啥适合，而且若牵油管成本会阁较悬，所以日本政府做的是怎去铺轻便的车路，就是铺铁路，毋过比一般的火车较矮的铁路，是细台的车会当甲遮的油一桶一桶送出去。毋过遮尔废气得到的石油送去倒位？毋是留伫台湾买，嘛毋是伫台湾咧利用，是直接怎运去到日本？台湾生产挖出来的油，是占规个日本帝国，就是包括日本本岛甲伊所有的殖民地的60%到70%。所以会使讲，台湾挖石油对日本帝国来讲真重要。总督府佮伫台湾培养真侪专业的人才，因伫一寡工业学校有培养石油工业相关的技术人员，因嘛伫竹东遐办专门的矿山学校，就是伫遐训练遮个工啊。到1942年的时阵，伫苗栗金水挖的油井深度已经到3500外公尺，这个深度的油井伫迄当阵全世界排第7的。伫日本时代挖油这个过程，也嘛发现除了石油以外，遐喷出来的瓦斯、天然气嘛会当利用。1931年，日本的石油株式会社就伫苗栗成立炭烟工厂，嘛有人叫炭污 （carbon black）， 因用遮来做车轮啊、烟笔、墨水所需要的原料。迄时伫苗栗、新竹一寡糖厂本地是烧火炭的，也是庄仔窑烧火炭，因拢开始改用天然气用瓦斯。1936年，总督府阁成立天然气研究所，这间就是即阵工业研究院的前身。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因为台湾人已经有遮挖石油的经验，甲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战争迄当1941年的年底，台湾矿业所的员工怎就互政府征调去南洋，因爱去遐负责，搁去找石油、挖石油，也嘛负责甲互炸弹毁掉的遐油井，搁修理好好。小共迄当，日本人嘛伫台湾设第6燃料厂，会号做第6，是因为伫日本伫朝鲜已经有设立燃料厂，伫台湾叫做第6厂。新竹、台中、高雄拢有一间分厂，毋过高雄厂是规模上大的。高雄厂为1942年就开始起，到1944年才开始运作。迄时已经在战争，迄间燃料厂是拢靠一寡旧的设备甲旧的铁来起的。因为迄当阵日本政府已经无啥物资源，为着要应付战争，新竹的分厂阁有试过摕发芽的糖来做飞行机的燃料。
台中迄间分厂嘛捌试过用椰子油来做飞行机的机油。随望伫台湾设第6燃料厂，毋过真侪专业人员拢派去南洋。佮加上战争的时阵，美军怎甲海运遐个路线拢总封起来，致使伫南洋因挖到的原油嘛无法度送转来到台湾，送入来到高雄，所以即间第6燃料厂无发挥什么作用。而且后来无论是高雄即个燃料厂，也是别位从出风坑遐，拢有互人空袭，因为遮个厂有因的军事用途。然后国民党政府来接收这个设备，成立中国石油公司。迄当阵负责来接管的是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所以咱即摆若看中油的 mark 下面有一字汉字写资源的资，迄是代表资源委员会。迄时因带来台湾石油相关的专业人员，工程师无遐尼济，所以头起先也有伫日本时代受过训练的台湾的专业人员伫遐上班食头路。伫这后，美国的援助对台湾的石油产业的影响毋是直接的，伊毋是直接摕钱来赞助，伊是互台湾向美国石油公司借200万来买新的设备，也就是美国的石油公司摕200万美金借台湾。条件就是台湾就要甲这间公司买因迄当阵伫中东科威特遐生产的原油，为遐买转来台湾，佮提炼变做汽油。这互中油公司开始生产汽车咧用的油，甲飞行机需要的油。迄阵生产出来的有一部分是内销，另外一部分嘛佮卖互迄时当咧甲韩国相战的美军。1950年代。中国石油公司以出口的金额，甘若输和甘蔗糖甲米排第3个。后来伫1959年的时，因去挖一个旧的油井，苗栗金水38号，发现有足侪的天然气。为着要当利用这个资源，怎成立木华联合化学公司，用这个天然气来做热塑肥料，会当解决迄当阵农业肥料的问题。这算是战后头一间利用油气、天然气来生产的工业公司。不过这个技术是拢靠美国人，所以中油伊的股份干那1/3，剩的拢是2间美国公司的。刷落来美国怎嘛建议台湾就顺势来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咱的第一套轻油裂解工厂，就是咱后来简单叫的一轻，就是美国出一半的资金设的。美国的条件就是买因的技术甲设备。1968年，高雄一轻起好了，还有2轻、3轻，愈开愈侪间工厂。美国公司投资台湾的石化工业嘛哪来哪侪，不过嘛造成足侪环境的问题。初期伫咧抗议的时，台湾嘛甲开发中的国家相共，真侪官员甲头家拢认为经济发展较重要，袂当为着要保护环境去损失掉拄咧发展的化学工业。当然后来还有较侪环保的讨论甲民间抗议，不过这就要另外一集才讲会了。咱若看台湾为挖到石油开始的发展，就会当发现讲日本后来美国因安怎利用台湾这个人工甲资源，而且伫战后头起先的时阵，遐个技术人员是拢伫日本时代受过训练。美国因个安怎互台湾后来石油化学工业，毋是甲日本，是甲美国合作。关系咱人安怎相抢资源，有足侪故事通讲。今日先讲到这，若是大家有任何想法甲意见，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若介意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也是追踪这个节目，嘛请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结。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在的妈妈，大家再会。